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張教室，我係大張姑娘。大家好嘛，身體好嘛？新嘅一年呢，我希望祝大家呢都係精神奕奕，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大家行路呢就健步如飛，係啦。咁啊，當你哋呢可以去買六合彩嘅時候，馬上就中獎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呢日常生活嘅時候呢都睇嘢越嚟越清晰，心情都越嚟越開朗啊！咁啊，今日咧新一年啦，大年初一咧，同大家拜個早年。咁我都希望大家咧留言都同我拜下年喎。咁但係好緊要記住，請你寫埋你個名，等我都知道你係邊個，寫個簡稱都得噶啦。我對大家都有啲印象，都仲記得大家。大家唔好咧，淨係留咗之後，我又唔知係邊個喎。我好希望咧可以知道多啲大家，亦都同大家多啲嘅互動。新嘅一年咧，我希望可以俾自己一啲目標啦，我希望每個月至少都可以出到一條片，去同大家分享下我嘅近況啦，又或者同大家咧做一啲少少嘅學習嘅互動。咁啊，其實咧嚟緊新一年嘅時候咧，咁啊唔知大家有啲咩願望呢？如果可以都話都係留言話下俾我聽啦。我咧早前好想咧開直播咧同大家傾偈，不過咧，即係礙於一個技術嘅限制啦，即係其實係我唔係好識點樣做嘢，跟住咧，所以咧我都要繼續努力學習。咁啊，希望新一年咧大家都係如果係仲係上緊堂嘅、學習緊嘅，希望大家年年都係學業進步，學嘅嘢咧係越嚟越幫到大家，可以應用喺日常生活嘅。無論你係煮嘢食啦，無論係行路科啦、電腦啦、點字啦，都可以咧。記性越嚟越好嘅，行路就越行越順，少啲撞到嘢。煮嘢食嘅當然梗係越煮越安全，就唔好再辣親手，同埋嘢食嘅味道都係越嚟越好食嘅。我相信呢，大家如果喺中心學緊嘅同學仔啦，咁其實咧都經過導師嘅教導咧，應該都係進步過以前好多噶啦。咁如果已經畢咗業嘅同學仔咧，咁啊應該已經學有所成啦嘛。咁我都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即係學以致用，將學過嘅嘢記得用多啲。我相信咧，大部分如果畢咗業嘅同學都應該有學過炸腰果噶噃。唔知大家有冇喺新年嘅時候都自己炸下腰果食呢？如果有嘅，都分享下話俾我聽啦。另外，新年咧都有機會可能會炒下呢個蝦仁炒蛋啦，因為蝦仁炒蛋又係一個好好食嘅應該學校中心係有教嘅喎，教點樣整蝦殼啦，點樣打雞蛋啊，咁啊都希望咧可以大家係可以試下做下。大家有冇做嘅時候咧，或者有啲嘢已經唔記得咗嘅咧，可以有機會又問下我啊，或者留言話俾我聽。如果可以嘅話，都係解答下俾大家聽。好啦，咁啊新一年都再一次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拜拜。